这都行吗？挺亮的，我觉得行。不亮的是木头。要不你还我？啊，行，我下去了。放出来不会出事吧？少爷放心，老黄在。少爷，啊，腰断了！哎呀！哎，我刀呢？蝴蝶老魁那儿呢？我看他的意思，他想自己砍开。这不成。给我回去！
开吧。李一山还活着吗？在水里待那么多年，还能说话？别动手！滚开！哎，小家伙，别找死！是说我救的你啊！所以现在你还活着。这就是你说的收服啊？最后再问你一次，李一山在哪？李一山，你活着就好，不然我这仇，我不知道找谁报去。李一山，当年的无双国师，他不是已经死了吗？他是你师傅。老胡，你说你出了馊主意，你不是说把他放出来就能收服了吗？打到收服就好了。什么？剑九皇，原来你也还在。
好，爷爷我就破去9剑，报当年战败之仇。剑1，龙蛇。剑2，并蒂莲。我，少爷等等，还没完呢。当年是我把你打落湖底的，今日结局还是一样。剑3，三金。没吃饱，不打了。老黄，你。少爷，收服了。老黄，你武功这么高？少爷，我之前不是跟您说过吗？我武功大概有这么高。人家邓太阿手里就一支桃花，这剑九皇的剑匣子里可全是名剑。换身衣服，老子要吃肉。你是剑九皇，你知道他？近50年用剑高手，除剑神李传刚之外，只有2个。一个是桃花之心剑神邓太阿，再一个就是他了。拿走拿走，这10几年的呀！不打了。哦，那我就先去睡了。要不你过来吃点？我看书去。哦。师傅，干嘛放我出来？少爷救了你，是不是该报恩啊？放屁！这小子放了我，最多我发发善心不杀他，报个什么恩？不报恩，再把你打回湖底。
不着急，慢慢来，吃完了告诉我。少爷，你肉你得趁热吃，凉了就不好吃了。来来来来来。想好了没？怎么个报恩法？留在府里，保护少爷。有你在，要我做什么？我很快就走，在我回来之前，替我守住少爷。你要走？回头细说。好。行不行？你多久回来？最多2个月。好，2个月之后你不回来，老子也走人。行。红薯替世子把鞋脱了，自己的院里怎么舒服怎么来。我自个儿能脱。那要我们有什么用啊？青鸟，有了老黄和胡迪老奎，你就更不用做死事了。以后给我安安心心的做个丫鬟。世子对青鸟可真好。你也一样。遇到危险给我躲得远远的。我院里的，一个也不许死在我前头。弄什么？老黄，酒。黄大侠，给大侠上酒。哎，老黄，你下午说的那个，少爷。咱们那次吃鸡是顺了2只蛋还是3只蛋来着？3只，就说是3只。哎，老黄，你今天下午说你要走，去哪儿？我得去一趟龙虎山，黎阳王朝第1大教派，你去那儿干什么？有些个故人要去会一会。会完了，我得去一趟武帝城。东海武帝城？你去那儿又是做什么？有一场架，打了一半，我得去打完了。自打我记事，你就在府里。你这架什么时候打的？快30年喽。那会儿还没我呢。少爷想不想听一下老黄的故事？你说。其实也挺简单的。我最早是个铸剑的，铸啊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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的，突然有一天悟了剑道，成为了一名剑客。这也能行？运气好啊。你接着说。然后就游历江湖，收集天下名剑，入我剑下。就这剑匣子，全是名剑。天下10大名剑，里面原先有6把。原先？我去东海武帝城挑战王仙芝，留了一把黄炉在城墙上。输就输嘛，哪有人长胜不输的？不行，
打到一半我就知道自己输了。我当时特别害怕，怕死，怕败。后来我就逃了。离开武帝城之后好几年了，我天天做噩梦，梦见我被王献之打败了，丢了性命。少爷，您知道我为什么来北凉吗？北凉离东海很远的，我就像个老鼠一样一直躲，不敢去面对武帝城，不敢去面对王献之。本来以为这辈子就这样了，直到跟少爷游历了这3年，我才过了这一关。跟这3年有什么关系？少爷，您不会武功，这3年你没躲过，没退过，没怕过。怎么说呢？我突然觉得我什么都不怕，失败啊，死啊，也就那么回事儿。我终于可以面对那个在我胸口压了30年的武帝城，我终于可以去面对心底的王献之。这场架，我不会拦着你。但是打完你就给我回来。其他人烤地瓜，没你烤的好吃。我答应少爷，打完了马上回来。第一件事就给少爷烤地瓜。哎，那你不是要去武帝城吗？之前还去龙虎山干什么？做买卖。跟龙虎山的人做买卖。龙虎山里边有个老家伙，一直想试探一下王献之的底细，但是他根本不敢出手。那知道我要去迎战，欢天喜地的要在旁边观战，这不就是买卖吗？就是，反正这场架也要打，不如顺便跟龙虎山要点东西。那当然了，雁过必须拔毛啊！你要什么东西？保密，少爷以后会知道的。老家。什么时候走啊？明天一早。这么急？哎呀，这欠了30年的假，早点打完，早点了心事。老黄，你那首歌怎么唱的来着？老狗，老狗，天下没有土里埋骨，田里寻苦。老狗，老狗，天下
这首歌原来唱的是你自己的，可不是吗？我呀，号称剑九皇，其实第9剑根本就没弄出来，直到跟少爷游历这3年，把3年的点点滴滴融在里边，这才有了剑九。那不是挺好？少爷，这剑九的名字，您给起一个呗。咱们这3年能走多少路？来来回回的，怕是有6000里。那就叫6000里。不喜欢，咱俩再换。就这个名字，剑九6000里。少爷，学武不吃亏，学武不上当。说了多少次了，不学，就是不学。真不学，回头遇到什么难事儿，我这有4个字还是挺管用的啊。这个我也知道。风紧，扯呼。我想送你一个东。这盐好吃。你有啥想跟少爷说的？你说。他说：“少爷，留步吧。”走吧，我送你们出城。少爷，留步。那王仙芝厉害吗？天下第2。那第1谁啊？他自称第2，天下也就没那第1。嚯，那你能赢吗？管他的，这输也好，赢也罢，这欠了30年的架，这总得打完。打完你就赶紧滚回来。少爷，等我回来，带着东海的酒，咱俩一块儿喝。行。
其实你可以不让他去的。他逃了大半辈子，终于可以面对自己的命运。这样的老黄，谁都没资格拦着。哥，慢点儿，汗都跑出来了。老黄走了。啊。他手上给你拿的包子，还想让他带上呢。会回来的。怎么我家黄马也学会叹气了？要是老黄不走该多好。所有人都留下来，都不要离开。对，都不离开。说也奇怪，你说这个北莽南宫也是名门世家，我派了密探，打探了这么多时日，也没有把南宫普业的根底给挖出来。你该相信你儿子的眼光。就这位，有多大功底？从一品，给他10年，可拜尽众生。哦，这么说，咱们家凤年捡了一大宝贝。啊，
不下了。宗师风范。宗师该是什么风范？好看。今日不该是你的籍贯之礼吗？怎么跑来看刀？徐骁想让我师傅观礼。会下了吗？不会。为什么？这儿是他给自己搭的囚笼。天下乱战已经过去了这么多年，你何必再纠缠往事啊？你还记得当年天下人是怎么说我的吗？你就不能放下吗？怎么放啊？沾满了血的手，洗不干净。啊，照你这么说，我早就应该自刎而亡了。不一样。我当年是为了不再乱世，拾起了刀。现在呀，黎阳一统，我的事已经做完了，而你的事却没做完。北凉上空，这徐自齐还不能落下，所以你不能停步，还得接着走下去。你比我辛苦啊！你就自己躲清闲吧，把他们最难的路留给我走了。我还帮你教儿子呢。教你？教的确实不错啊。下去吧，凤年籍贯之礼，别耽误了时辰。李义山是你师傅，难怪你不肯学武。以心治理，好过冲阵杀敌。只是这样的人最多做幕僚，却难以令三军归心。若是我接掌北凉，怕是难以服众。你是想这么说吧？你都知道，为什么还不肯学武？一个文武双全的世子，你觉得能活多久？所以全天下人只知道你好色、荒唐。废物，命长。你该走了。今日是我籍贯之礼，要不要一块看看？我怕吵闹。行吧，走了。师傅还是不肯下来。哎呀，爸，就他那身子骨，哼，这么冷的天，他肯定吃不消的。王爷，龙虎神密报。
老黄已经离开了龙虎山，正在前往武帝城的路上。早点打完，早点回来。东海王先知，岂是凡人可敌的呀？今天是你的籍贯之礼，不说这个，走。等等，宗庙是在这边。我知道。籍贯之礼应该去宗庙才对。我给他改了。按照古制，要祭天地、祭先祖，都不用祭。不祭天地、不祭先祖，那去哪儿行籍贯之礼？去见你娘，也好让她亲眼看到你籍贯成人。你娘生前呀，最喜欢的就是这2尊尸像。那边是你的2个姐姐和黄满儿，只有你在这一侧。你娘对你的宠溺偏爱，从未有过止境。都说我徐骁是一个疯癫残暴、不识礼数的粗鄙之人。我认了。今天你的籍贯之礼不祭天地，只拜你娘。黄满儿呢？你还不知道你这个弟弟啊，每次给你娘上坟，他哭的都是撼天动地的。还是把你的籍贯礼完成了再说。啊，走。孺子籍贯便已成人，你也可以感到欣慰了。跪下。取冠义府。
令月吉日，史家元福，弃而幼志，顺而成德，授口为奇，戒而景福。京城上下都盯着你这一关呐。此冠视为古制，今日之后不可再戴。这一冠后，可入仕，可治人。除冠一服。乃身而服，敬而威仪，殊甚而得，眉寿万年，永寿无福。提鞭乃是诸侯大夫之冠，又带兵士田猎之权。这一冠后，便可入主军营，执掌兵权。北凉35万铁骑，都等着这一冠。除冠一服。正以月之令，贤家而服，兄弟俱在，已成绝德。黄狗无疆，受天之庆。这第3冠本该是绝变，受宗庙祭祀之权。我想了想，把它给换了。此冠不合礼制，亦无典故，可以说它什么都不是。天上地下，没有人会在乎他，除了你娘，因为这是她亲自为你缝制的。你母亲缝制它的时候，就盼着能够看到你戴上此冠。现在，她终于瞧见了。入仕封侯，执掌千军，固然很好，可再好，也比不过他。是啊，什么都好不过他。来。
凤年长大了。他们人呢？我让他们先回去了。在看什么呢？天下这么大，啊，站得这么高，还是看不全呢。或许本来就看不全，或许站得还不够高。还嫌爬得不够高啊？站得高点儿，看得也清楚。山底下风景也不错。丰年，按古里说，行过籍贯之礼，你就算是长大了。又想劝我接受北凉？不急啊，这事儿你可以慢慢的、仔细的去想。那你想说什么？我是想说，在今天之前，你还是个孩子，是，年轻真好，啊，但就是这个眼光行事不够周全。不过也没什么，我这个当爹的呀，就好比是一把大伞。啊，把那些风霜雪雨，替你挡得远远的。所以啊，你做不了的决定，当爹的替你做了。什么决定？黄毛去哪儿了？已经出城了。别急，他会回来的。你不想杀宁峨眉，又想让你弟弟留在北凉，啊，我只能替你找出这第三条路。不杀人，啊，你弟弟可以留在王府，而且北凉还不能生乱。你到底想干什么？我问你，军中大营那些将校武官为什么亲近你弟弟？天生神力，骁勇无双。如果他没了这副根骨呢？怎么就没了？我要重塑他的筋骨，让他变成一个凡人。这样，你可以不用杀人，你弟弟就可以永远留在王府啊！那些人也不会利用他来扰乱我们的北凉。怎么重塑？天下门派众多，武功繁杂。但有一个门派的武功特性，能让你弟弟洗精换骨。哪一家？武当。这。徐骁，你答应过我娘要保护好他。我答应你娘，是保护好你们。你想两全其美，我只能这么选。权力斗争本来就是你死我活，我让他变成一个普通人，那是给他一生的安稳。嗨！要想让黄满儿留在北凉，只此一路。
能不能再帮我一个忙？你说说看。再做我一次护卫，陪我去武当。杀气腾腾，要闯山？不是，救我弟弟。北凉王府35万铁骑，为什么叫我做护卫？王府内外皆是徐骁麾下呀。所以你爹没同意你去。我自己的事儿，自己决定。我帮不了你。为什么？我要是帮你，你爹怕是要把我赶出廷朝廷。我以为我们是朋友。你知道我为什么要留在廷朝廷吗？你要做天下第一高手。为什么要做高手？因为只有这样，我才能完成自己用血写下的誓言，为逝去的人讨回公道。这是我活着唯一的目标。对不起。不用对不起。虽然我没有帮你，但府上有一个人，不在你爹的麾下。水里出来那个。我怎么把他给忘了？多谢。等等，秀东借你防身，回来还我。我不会武功，怕辜负了这刀。就当是朋友，尽的心意。哎呀，多吃点啊，多吃点，吃了嘞。什么事？陪我出城。出城干嘛？我去。你答应过老黄给我做护卫的，江湖人说话不算话吗？你要去哪儿啊？武当。这么远？啊，不去不去不去。哎，言而无信，传出去可不好听啊。都是朋友。徐骁，你看看，一匹也没有。你爹把马都收走了。先出去，街上有骡马市，大不了现买。你爹突然传令，所有战马运到兵营，我就猜到你要闹事，劫了2匹马下来，要借吗？2贯钱。我可说清楚啊，以你爹的手段，灵州城内你保证1匹马都买不到。谢谢啊。说了要钱的。我知道，2贯钱回来给你。我可不是要帮你啊，你离开北凉最好，见不到你我才轻松。前辈，你出城是和你爹对着干？没错，要追上我弟弟，
搞不好还要动手抢人。前辈怕了？这才有点意思。走。来看看你缺点什么。我听人说你给徐凤年送马，消息传得这么快？徐骁摆明了就是不想让徐凤年出城啊！你这不是惹祸上身吗？我都不怕，你怕什么？你怎么？你们两个势不两立。这家伙太贼了，每次都杀不着。你居然还没事？怎么没事儿？动刀不中就得罚钱。你为什么要杀他？他抢我钱，从小就欺负我。这可算不上理由。大概是为了让他事先习惯起来吧。习惯什么？习惯我们俩终究要分生死的结局。这话里有话。面对命运，每个人都是孤身一人。把城门打开！凤子营受命封城，若无军令，任何人不得出城。你知道我是谁吗？王爷的命令里说了，尤其是世子，不可出城。要不要杀出去？他们也是奉命行事，不应该付出性命。换个城门看看。徐骁不会留这样的漏洞。那就找熟人走人情。我算是明白为什么徐骁要让楚如山送黄马去武当了。你爹把什么都算死了，一点机会也没给你留。怎么，放弃了？这营号听着耳熟。想起来了，走。动！世子又来了。灵州城外，我是第一次见你。是，当时在下奉命接世子回城。当时你报了名号，凤子营是你麾下。没错。走。哎，干什么？帮我开城门。城门怎么了？你家凤子营现在正在封城。为何要封城啊？徐骁的命令。既是军令，自当遵从。我不去。他要毁我弟弟根骨。小王爷，能不能救他，现在就看你了。徐凤年是用手令入的地牢。那令牌是他师傅给的。宁峨眉定会下令开城门，他是凤子营主将，他的话对凤子营就是军令。宁峨眉最佩服的就是黄蛮儿，他一定想去救他。
你还追得上吗？追得上。哦，追上以后帮我传个话。世子请回，明日之前，城门不会再开。宁将军回来了，传我军令，开门。备马。遵令。上。上。正。停！世子，黄马儿呢？留在武当山了。你把他一个人留下了，知不知道徐骁让他去武当干什么？义父没说啊。他要毁了黄马儿根骨。你也不用那么着急，能改人根骨，也只有武当新法成就大王庭。武当很多年都没人能做到了。怎么了？世子不知江湖事，武当没落，全凭掌门王重楼独当一面。此人精彩绝艳，现已成就大王庭。武当又有人练成大王庭了。走，追去武当。陈之豹，世子先走，我挡着他，逃不掉了。有话带给你，请说。义父让我传话给你。凤年，你已经成人，是该学会做抉择了。黄蛮儿之事本就两难，既然你已追去，就由你来决定结果。他的意思是让我去武当。你若想保徐龙象一身神力，就要回到最初抉择，要么让他离开北凉不再回来，要么就学会杀人。杀人？杀谁啊？武当你可以去，北凉军必须回灵州。宁峨眉、楚禄山，跟我回去。管到我头上了。他说的对。世子，北凉军已是皇室心头大患，长时间不在驻地，天知道会引来怎样的猜忌。你们得回去。是。还请世子念在手足之情，护住小王爷周全。一言为定。行。徐凤年，想清楚后果，再做决定。走，去武当。到了，准备怎么要人？杀上武当，直接求见王重楼。武当掌门未必见。